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咁我而家嚟到咗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嘅天河公園，你哋睇，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後面就係我哋嘅百樂山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，歡迎嚟到廣州市南沙區。喺我身後嘅就係南沙區嘅沙啦，大家可以睇幾靚啊！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而家我哋所處嘅地方係廣州市越秀區嘅東山湖公園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廣東省廣州市嘅廣州塔。呢個咧又叫小蠻腰，真係非常之靚。Welcome to 廣州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我而家位於廣州市花都區嘅芙蓉鎮景區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大家好，我而家係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北京路嘅。活力大灣區，魅力新廣州。我而家喺廣州市番禺區大夫山新龍宮。魅力大灣區，活力新廣州。歡迎嚟到獵德大橋，歡迎嚟到上下九到長隆馬戲團。